客家菜茶戏的七有特色咧，就是一个唱腔，叫做九腔18条。一般人讲到九腔18条，如果想到讲9只腔头18只条，唔係，佢9、18就表示多嘅意思。就像人講9彎18拐，係9隻彎18隻拐嘛，唔係，表示嘅彎千多。咁樣我會講到也9腔18條，其實講腔也就係用台灣人一個西煙啊，客話有西海太平洋，但是唯獨所有客家戲，個台灣唱山歌，全部用西煙腔。個理由就因為台灣來開始唱山歌嘅時間係用西煙腔。唔講開咗無山歌係，也係其他無山歌有，嘅按到無傳啊，台灣冇發電啊，可能當時就有傳來，但是還係冇發展。因為一個山歌腔呢有發展，就西煙腔頭嘅山歌有發展。其實西煙腔頭嘅山歌係乜嘢咯？就係清代表嘅一個，也目前大家講嘅老山歌，叫做泰山歌，台灣人同雜茶同山當唱嘅互相呼應來唱嘅，講雜茶愛炸兩三片啊，呢嚇，兩個山歌有嘟嘟，那個菜茶是嘅，其中係也係用西煙呢，故所以兩隻東西都台灣呢就做了結合，結合了後，不論唱菜茶、唱山歌，也兩隻腔頭，再用西煙，一定要用西煙法，故所咱講腔。個調呢，調其實就係小調，小調係乜嘢呢？就係民間嘅流行歌嘅啦，幾樣時代流行歌嘅，唔係日下嘅頭擺流行歌嘅，佢流行歌嘅呢，也小調呢，原來呢係唱官話，乜嘢做官話都靠做官人講嘅，也唔係講人家就講嘅。一個法語哦，沒有卡做人做官講嘅官法，有啲人就講個種族人啦，呢三腳菜茶戲啊，佢因為每一隻戲出，可能講上山菜茶，佢就有上山菜茶嘅主題，要唱上山菜茶，佢要行去唱。一個老腔的山歌，佢要考唱12年的菜茶，故說上山菜茶係一隻戲出的名嘅，佢也有夾個唱腔。而聽一出可比講乾隆賣茶，佢有乾隆賣茶主要的唱腔，佢宋郎幫炸米，佢有宋郎腔，有幫炸米腔，調酒有調酒腔。乾隆會計有乾隆會計腔，佢茶郎飛家又愛唱陳世雲腔，十送金釵有十送金釵腔，桃花高土有桃花高土嘅腔，滿腹有滿腹嘅代表腔頭，故所以以至於一個雖然33年弄嘅一個人嘅三腳菜茶，佢就唱出按到無窮樣嘅腔調出來。故說大家稱佢講9腔18條，一個腔就係西煙話講嘅，調基本上來講係官話，但是呢，人家就老記改變到變講客，改嘢過嘅改，係改唔過嘅呢，本用官話來唱。可比講18模，佢唱講春啊衣啊小木啊衣啊照，也唔係客話，喺客話我講
春啊一啊树，命啊一啊草，无人安尼唱吧，好，可比讲，老人讲亮啊亮，已经的相思门。我讲伊按道理，唔免客话，迄客话我讲，娘啊娘，已讲的相思门，无安尼唱诶，呀，理由就在于讲，较早也就唱也讲伊无，将日本歌诶，反做也个安尼个台湾话也反做嘛来唱，没有日美国歌拿来反做英文诶，拿反做法语来唱，同样的意思，但是也个三角菜茶戏诶，将也就小跳诶吼，全部吸收来，唱来唱去哦，也是变到汉人诶跳诶了，因为迄种嘅无流传诶咩，汉人也吼，那个流传到了，前一辈也讲得到九强失败掉，係漢人诶，確實有呀，人家全部來給改變到講漢，只是有的位，而係咧保留一些嘅講法點點。